你就这么离开家，伯母会着急的。你没看见她？我不想回家。你没看见她是怎么对我的？你难道想让她绑我一辈子吗？你别激动啊，那也许伯母她没在家，她就不会来了，对吧？我想回去。你听我说，哎呀，我死都不想回去。好，行，怎么还死都不想回去呢？你看你说的，那毕竟是你家，她毕竟是你母亲。我知道，你们都觉得前天晚上的事情是我给你们丢脸了，你们谁都不相信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你，我真的相信你。来，你先坐，别激动，我求你了，你先坐下。你先吃点东西行吗？啊！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伯母可能不在家，那她就不会来了。聪，你刚才说的对，我做错了。等我妈来的时候，我好好跟她谈一谈。这就对了呀，你就应该理解你母亲。来，快喝粥吧，啊！你这有醋吗？有啊，我给拿。给。辣椒酱有吗？呀，好像吃完了。哦，那去邻居那儿借一点吧。好，你等着啊。嗯。哎，聪，有事吗？丽嫂，您家有辣酱吗？辣酱有啊，来。好。谢谢李嫂。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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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请问你找哪位？我找一下孟老板，我是苏贤，麻烦你跟他说，我找他有急事儿。啊，请稍等。喂，陆小姐。孟老板，我现在想要见你。姐。
这几天你可以暂时住在这儿，不会有人打扰。等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，我再送你回去。谢谢。不用跟我客气。啊，那个是担子房，旁边是西餐厅。如果你不想出去，可以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把吃的送到房间来就行。嗯。进来吧。这是我以前租的，主要是拍戏晚了，就不回家打扰家人了。很久没有用了，你就凑合凑合。在这儿你可以随意。梳妆台适合你用，洗手间在这边。送东西的，知道你跑出来的仓促，所以让商店送了点内衣，还有女士用品，应该是他们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干什么呀？我们想见孟老板。你是谁啊？我们孟老板是你想见就见的吗？她是苏贤的母亲，就让我们见见孟老板吧。哎呦，苏太太，这已经下班了，孟老板早走了。那你知道孟老板家住哪儿吗？这我哪知道？谢谢。折腾了一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要是你的母亲明天找到我，我该怎么答复她呢？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这儿。明白了，我会让她放心的。晚安。孟老板，这房间太大了，明天可不可以帮我找一间小的？太大了，我有点害怕。放心吧，有任何事情你可以打电话到前台去，不用害怕。早点休息，慢走。
孟老板，你干什么？放开他！对不起，他有毛。放开我！孟老板，贤在哪儿？你是苏小姐的男朋友？不，我是她未婚夫。她现在哪儿？你是她的未婚夫，却来问我要人。她到底在哪儿啊？我的工厂里有几百号人，我不能每一个人的去向都了解得清楚吧？再说了，你是他的未婚夫，你应该知道他在哪。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孟老板，放开我！放开孟老板！搬进来吧。来，放在这儿。好了，出去。以后你闷的时候就有音乐听了。请进。孟先生，您订的餐到了。啊，放这儿。我随便点了一些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。还有什么爱吃的吗？这些已经很多了。张嘴。我就喜欢看你低头的样子。还真是个小姑娘，谁见了都会心生怜爱。来吧，多吃一点，这么瘦弱。伯母，伯母，我去电影公司找过贤了，那个孟雨农说他没有跟贤在一起。你们家还有什么亲戚吗？贤会不会去找他们了？别找了。伯母，你别着急，贤肯定没事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这就是命，不管我怎么阻止都没有用，抗不过命，我忍了。从今以后，不要跟我提起贤，我尽力了。伯母，贤只是一时生气才离开家的，她是个明白道理的女孩。就算她回来了，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贤了。
这么晚你去哪儿了？我一个人待着无聊，就出去走了一走。多打招呼就出去，也让我很担心。对不起。去哪儿转了？我本来就想在这附近走一走，但走着走着就走到家门口了。见到你母亲了吗？想家了吧？如果你想回去，那就回去吧。回到母亲的身旁。你还小，还不能够自己生活。不，我现在不想家了。我就是有点无聊。你在这里，我就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任，否则没有办法向你的母亲交代。这样吧，今天你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我来接你去公司。公司有一部新的电影要投拍，剧本我放在你床头了，你先看一看。如果实习顺利的话，以后的日子你就会忙起来，也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我又可以拍电影了吗？你离开家，不就是因为这个吗？明天早上我来接你，去公司。早点休息吧。行了，都说说吧。我个人以为，苏小姐的形象不错，气质也符合白梦芝这个人物。可我担心她经验不足。对对对，白梦芝是个内心非常复杂的女性，像苏小姐这么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，恐怕驾驭不了这个角色吧。我比较认同李导演的看法。
苏小姐作为新人，风险比较大。我想现在的观众还是看好明星的，我想还是用瑶扮演白梦芝更保险，更加符合我们的整体要求。是啊，我当初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也是瑶，也可以说是为她量身打造的。除了瑶，我还想培养出第二个明星来。中华电影公司不能只有瑶一个明星。苏小姐具备这样的潜质，也有这个天赋。我们应该给她一个机会，同时也是给我们自己机会。太太去哪儿？国光美发店。哎，好嘞。您太太，您的皮肤蛮好，很光滑，也很白净。要是平时多注意护理的话，应该会显得更年轻。我这个年纪了，还会显年轻？看你说的，女人啊，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保养。自己都不心疼自己，谁还心疼你呢？回来了。苏，主任说你来了，去他办公室一趟。进来。主任，你找我？啊，过来啊，把门关上。啊。主任，什么事儿啊？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上级啊？怎么会呢？我在这里认识最大的官儿就是您了。
今天董事会做的决定，你看一下。你被开除了，我就想不通了，开除你一个小记者，怎么会惊动董事会呢？你究竟得罪谁了呀？主任，谢谢您，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照顾。啊，那个，开除你不是我的意思。我明白。其实我们这里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的。我希望你不要离开这行，在外围做一个专栏作家，比现在要好啊。我知道了，主任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太太，您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说真巧，我很满意。谢谢太太夸奖。对了，以后在家里打理法卷的时候，可以用梳子往上翻着梳，那样会很好看的。好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下次我还来找你做头发。能为太太您服务，那是我的荣幸。生活迫使我们分了手，我使他不幸，他使我不幸。生活迫使我们分手，我使他不幸，他使我不幸。我们之间的往事都已灰飞烟灭了吧？哎，苏太太早。早。您今天气色挺好啊。日子总得过下去啊。照相馆的事儿让你费心了。哎，这是应该的。苏太太，您看开一点啊，小姐呢，她会回来的。不提他了。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，我可以改变我自己。世华，世华，不要走。准备好了？你在颤抖。好怕，我怕实习。不用怕，这一关是要过的。只需要正常发挥，其他的就不用担了。可是，如果没有如果，一定要自信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好，开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梦之，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。难道就是因为你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？停，苏小姐，你心爱的人要离开你，而且要永远的抛弃你，你这时候的心情应该是心如刀割，表现在语言上应该是平静如水，你要尽量的挽留他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好，我们重来，来，开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离开我？梦之，有些事情
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。难道就因为你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？停，苏小姐，表现痛苦不一定要五官都抽在一起，要尽量的自然流露。嗯，好，那接着往下来。难道就因为你的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？不要离开我好吗？在这世上，再也没有人像我这么爱你，这么在乎你。可我们毕竟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，我可以改变我自己。我求你，不要离开我。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啊，世华，世华，不要丢下我，不要离开我。停！导演，我想再试一次，可以让我再试一次吗？先让大伙儿休息休息吧。那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可以让我再试一次吗？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我果真没看错你，你很争气。你说过的，我可以信任你，可以依赖你。可是你当时就跟着大家一起走了，我叫你，你也不理我。对不起，其实是我让李导演这么做的，因为我想让他看到你的潜力。我如果不逼你一下，你能表现得那么好吗？你这是在帮我呀？那我错怪你了。你需要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推你一下，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。可是看到你哭泣，我还是很难。
伯母，我找到贤了，在法租界的公寓里，那是孟雨农的房子。她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。伯母，你听着，我根本不想知道她住在哪里，你也没有必要告诉我她住在哪里。伯母，我说的是贤。我知道你是在说贤，可她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。哎，伯母。聪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他根本配不上你，忘了他吧，别再去找他了。伯母，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你应该明白的。我就喜欢看你低头的样子。每次看到你这样，我就有一种心痛的感觉。总是想着